嗨，大家好。其實咧，我哋越討厭跑越遠咧，就拍咗嘅，但好耐冇上載，又上載唔到，所以今日 Candice 同我哋呢位神秘嘉賓一齊咧就跑越討厭跑越遠。題目咧，好，第一條題目，粉紅色。好，停。係啦，呢度啱啦。好，第二個貴價手錶。好，停。第三個比卡超。根本就係我中意。第四個羊騰寶。你夠膽跑咯？向前㗎！你有跑向前咩？跑向前。第五個朱古力。第六個雪糕。根本就係我最中意。好，第七個，咩第七啊？第六啦嘛頭先。係喎第七做功課。好，停。